讲到依托米子这种毒品的问题，国内有偌严重咧？公司记者有访问到一个捌食过依托米子的少年人，这个少年人讲，食无几喙就感觉讲规身躯较轻松，而且水调的。一甲调的了后呢，却开始攻击厝内面的人。进前行政院已经公告，甲依托米子列做是第3级的毒品管制。警方也头一届抓到依托米子走私案，有抓到6个嫌犯。眼神阁有手势，警方展开突袭。为厝内超出电子分子机，现场也查扣大量分段成品，不过内容未放假了，参与到是俗称丧失毒品的依托米子这类的毒分段，那对身心健康危害大，甚至伫青少年就流传。我吸第一口，我就知道我离不开了，因为它那个感觉就像是你喝酒醉，喝得很醉很醉，但是你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，真的已经吸到我想戒，但是我戒不掉的那种状态。我做出什么伤害我家人的事情，我都完全不记得。亲自讲过去实际事的经验，这名少年故意接触到依托米子分段，那家己有用也替人卖，初体验数几喙就已经调掉啊。只是伫食掉了后，搁较无自觉对家庭出现攻击行为，所以才决心要戒掉。依托米子伫国内泛滥，甚至捌引起重大社会事件，造成死伤。杜审会今年6月决议列做毒品管制，拖到8月初5，行政院总算公告，正式列管依托米子作为第3级毒品。警方查缉也有所进展。共查获6名犯嫌到案并且查扣依托米子的一个粉末1314公克，可再制成15000颗的一个烟弹那估计市值超过新台币3000万元倒伫收发过一天，虽抓到3名嫌犯为淡南走私原料来台加工来卖，也是警方第一件以毒品条例移送案件。只是贩毒集团无论收发前后，不法行为拢无停，犯罪模式除了自创品牌，用广告宣传事业版图更较高海外。嫌犯他制作相当精良的这个他自认有品牌的，那现场还有甚至还有这个他自己制作商标的一个商标机都在。依托米子虽然已经管制，不过地方路上也是有不少人士换面膜包装伫咧卖，安怎有效阻止未过泛滥，又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